嚟到奧地利維也納，第一個要去嘅地方係位於維也納舊城區東南方嘅美景宮。佢係由上美景宮、下美景宮同埋法式花園所組成。佢曾經係哈布斯堡王朝名將歐根親王嘅府邸，呢家成為奧地利國家美術館。喺上美景宮裏面有個豪華嘅巴洛克式大理石廳，係宮殿最輝煌嘅空間之一。以華麗嘅紅色同白色嘅大理石柱、鍍金裝飾同埋天花板壁畫而聞名，亦曾經係歐根親王接待賓客嘅重要場所。如果話去巴黎羅浮宮一定要睇蒙羅麗莎，咁去到美景宮就一定要睇佢嘅鎮店之寶，就係古斯塔夫克林姆嘅 The Kiss。 記得出發前買定飛，除咗揀日子之外，仲要 book 定時間。維也納嘅地標莫過於係佢嘅國家歌劇院，係建於1861年。呢度買飛要預早2個月到，如果買唔到飛嘅話，都可以參觀佢哋嘅街 tour。佢嘅街 tour 大約係40分鐘，有專人講解歌劇院嘅歷史，會參觀佢嘅大禮堂，獲得專用包廂同埋音樂廳嘅內部，都值得去參觀一下嘅。嚟到維也納，第一間要試嘅 cafe 係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附近嘅百年老鋪。入到鋪頭裏面，見到好多蛋糕、朱古力喺個櫥櫃裏面，真係睇到眼花繚亂。一上2樓，感覺好唔同，好有奢華、優雅、宮廷嘅感覺。佢啲咖啡、蛋糕水準不過不失，唔算好出色，但係話晒百年老鋪，同埋座位都坐得好舒服、好寬敞，嚟打卡都係一流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從餅鋪行10分鐘，就係到達聖伯多祿大教堂。呢個教堂屬於巴洛克嘅設計，裏邊咧係除咗呢個金碧輝煌嘅祭壇，仲有一個係差唔多直徑超過20米嘅圓屋頂。呢個定時都有好高質嘅管風琴演奏同埋古典音樂會。如果你係中意莫扎特同埋 Strauss 嘅作品咧，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。我諗好多朋友去到歐洲旅行都會好掛住啲 Chinese food。我哋喺網上揾到呢間餐廳，評分都幾高。我哋叫咗牛腩麵、炒青江菜同埋鍋貼，味道都唔錯。如果大家想食翻啲 Chinese food，可以去試下。行程第2日，我哋今日坐大約15至20分鐘嘅 Metro， 到達呢一個係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嘅維也納必去景點，叫做美泉宮，又叫做紅布朗宮。話說以前嘅國王喺附近打獵嘅時候，覺得呢度嘅泉水好鮮甜，所以就索性將呢個區稱之為美泉區。之後某個皇后再喺呢邊建咗呢個美泉宮，作為佢一個嘅下跪寢宮，就而家咁嘅模樣啦。我哋而家企喺皇宮前面嘅廣場，雖然呢樣嘅規模唔及凡爾賽宮，但總共有1441間房間，所以都好誇張。大家嚟之前記得要預先訂飛，選好呢個入場嘅時間，如果唔係咧，就係冇一門釘嘅啦。我哋今次參觀嘅區域主要都係佢嘅 State Apartment， 係佢哈布斯堡皇族嘅生活地方。主要都係參觀皇帝 Franz Joseph the First 同埋薛斯公主起居生活嘅地方。大家參觀完 State Apartment， 記住要從佢嘅後門參觀埋紅布朗宮嘅後花園。喺花園沿住啲沙路向前行，就到咗一個叫做海神噴泉。再望上去呢，就有一個好似凱旋門嘅地方，但嗰個係一個收費區，我就冇上去啦。
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都可以付費坐喺啲馬車，感受下嗰啲皇室人員坐住馬車遊花園嘅感覺咯。早上去完美泉宮之後，我哋今日中午嘅節目就係轉咗返去維也納參觀幾個比較出名嘅花園。我哋到咗人民公園啦，呢個公園係坐落於霍夫堡城堡嘅範圍裏邊。喺1823年 Franz Joseph I 嘅建議之下，正式向公眾開放，係維也納第一個專為普通百姓而開放嘅皇家花園。喺皇宮另外一邊係一個好出名叫做城堡花園，最初係 Franz Joseph I 嘅私人花園，直到1919年奧地利共和國成立之後，先至對外公眾開放。呢個地標呢，就當然係莫扎特嘅雕像啦。除咗莫扎特之外，奧地利另外一個嘅出名嘅 composer Johann Strauss， 佢嘅金色雕像喺邊度見到呢？就喺旁邊嗰個嘅城市公園啦。我都喺度打個卡先。嚟到維也納一定唔可以錯過去1873年開張嘅 Cafe Lemon。弗洛伊德每逢禮拜三完咗心理學會，一定嚟飲杯咖啡同食佢最愛嘅蘋果批。真係冇令我失望，杯咖啡好香好濃郁，啲 cream 好滑，蘋果批皮薄又唔太甜，朱古力蛋糕好味鬆軟 ，highly recommend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食完咁好味嘅朱古力蛋糕同埋蘋果批，就到我哋下一個景點。呢個地方叫做 Maria Theresien Plaza， 係屬於維也納最具氣派嘅地標之一。喺廣場嘅中心有一個好大嘅 Maria Theresien 嘅紀念碑，佢係哈布斯堡王朝唯一嘅一個女性統治者。喺廣場嘅旁邊有一間博物館，聽聞呢度係收藏咗哈布斯堡家族幾百年來收集嘅古典名作，但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就冇機會去參觀啦。從 Maria Theresien Plaza 大約行10分鐘，就係到達維也納另一個嘅地標聖史蒂芬大教堂 （St. Stephen's Cathedral）。佢呢個教堂喺舊城區係非常之顯眼嘅。佢南邊嘅 Tower 係全世界第2高嘅哥特式尖塔建築，大家係唔會容易 miss 到佢。佢個主祭壇喺17世紀嗰陣時落成，都算係嗰時嘅巴洛克嘅風格。參觀完室內，要出去教堂外邊買飛，先可以登上佢嗰個藍塔嘅。343級，而家啱啱開始計時。無限轉啊！8分鐘行到上嚟啦。上面嘅視野都 OK 嘅，可以好清楚咁睇到聖彼得大教堂啊、霍夫堡啊、市政廳等等，我都值得係上嚟參觀一下嘅。從聖 Stephen Cathedral 去霍夫堡，要經過聖伯多祿教堂。佢係全奧地利第一個 Green Dome 嘅教堂，亦都係維也納第2古老嘅教堂。佢嘅建築風格都係 Baroque style， 同埋係以內部華麗嘅裝飾而出名。教堂前面呢個地標係1679年黑死病爆發嘅時候，維也納有2/3嘅人民死咗而興建嘅一個嘅紀念碑。睇完呢個紅布朗宮，亦都係呢個夏宮。今次我睇咧哈布斯堡王朝嘅東宮。呢個地標係霍夫堡廣場。霍夫堡而家係由好多獨立嘅建築群而組成嘅。我哋今次參觀係有2個地方，第一個呢就係 Royal Apartment， 第二個呢就係 Sissi Museum。呢一度就係 Sissi Museum 嘅入口。Sissi 佢正式嘅名稱係叫做 Empress Elizabeth of Austria。呢個博物館主要係會講下佢喺 Bavaria 開始嗰種無憂無慮、自由奔放嘅童年，一路介紹到佢嫁給俾 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 嘅過程，同埋描述佢係一個對於嗰啲繁複宮廷嘅禮儀極之唔中意嘅人。參觀完 Sissi Museum 之後，跟住睇呢就係呢個 Imperial Apartment。
主要都係參觀薛斯公主同埋佢嘅 husband 生活嘅地方同埋皇宮嘅細節。參觀完薛斯 Museum 同埋 Imperial Apartment， 我介紹大家可以去睇埋呢個 Imperial Treasury。呢個主要係展示哈布斯堡家族歷年來收藏嘅珍貴文物，有象徵權力嘅皇冠、寶球、權杖，有哈布斯家族專用嘅洗禮盤，同埋一啲價值連城嘅首飾，都令人睇得目不暇給。除咗皇冠珠寶之外，亦都展覽一啲皇帝皇后着嘅華服。嚟到維也納都要試下佢啲街頭小食嘅。香港有格仔餅，而維也納就有呢種小長方形嘅三文治 Brötchen。呢間1902年建立嘅知名老鋪非常受本地人歡迎。如果大家行到我哋可以嚟試下。但如果大家行到攰，可以選擇去歷史悠久嘅 Cafe Central 度坐下。佢建於1876年，擁有新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風格。除咗咖啡同埋蛋糕之外，我哋都叫咗帶有名堂嘅 pancake。出名係因為奧地利皇帝 Franz Joseph 好鍾意呢個甜品。pancake 上面有大量嘅糖粉，配梨子醬咁樣食。講真，其實食落去有啲乾乾地，不過一場嚟到都要試下嘅。除咗歷史建築之外，維也納另有一個好熱門嘅景點就係呢個白水公寓。白水公寓而家係私人嘅住宅，所以我哋咧就唔好入去裏邊參觀。白水先生，我可以話佢係一個好有藝術細胞嘅建築師。佢除咗喺奧地利呢個建築群之外，喺德國、瑞士、紐西蘭、美國都係發現佢嘅建築嘅足跡嘅。維也納呢個城市我哋好鍾意，希望大家有機會都會嚟參觀啦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啲朋友睇。下條片再見。